记者综合报道。最近的电动对于华人的观光影响是真大，嘛因为电动买得真济哦，恐惊景气是无遐尼顶回复。华人的饭店业者是望讲政府会当来提供补助，帮因甲员工渡过难关。0403花莲7.2强烈地震了后，花莲陆续重建当中，佫拄到真密的地震尾，医用业者伫面册大文表示，甲6月底进前拢要停业，工会有告。初站重建期间损失超过20亿，因为连环交通抑个变数，因有期休在订房也无乐观。从平日的住宿率40%，假日70%，降到现在1%以下，甚至非常多的旅宿业当天都是零间。好，那以初步来说，我们4月份到目前为止，饭店的营业损失就已经上看5亿元。烦恼陆续恐惊面临裁员、解雇，工会化成政府希望放令主办教育训练做营运补贴，服业者度过这一段中建期。观光学者明白表示，花莲是台湾观光亮点。去年花莲县政府佮甲东南亚业者参详，迎接4座厝包机对飞直接送起来台湾。即马面临地动尾变数，估算出来去2-3个月，台旅客可能就安尼未来。一段时间，花莲的观光其实是不太容易恢复的，而且这种其实是花莲有事，全台有事。也就是说，其实对观光客来讲，他们不会只想到是局部花莲有地震，他看到的是全台湾产业的振兴这一个部分我们也正在规划过程当中。那我们会提出最好的计划，来使得花莲的观光也好，或者是其他的产业都能够得到最好的帮忙。行政院强调会召集相关单位，赶紧推出进行花莲观光的方案，不止旅宿业，也照顾在地点头。观光学者认为，第一重建结束了后，进行的各路方案应该爱详细评估，吸引旅客留伫花莲，避免只住一暗，对观光复苏有限。记者综合报道。